讲到今年头一阵的寒流，按算是伫咧26度南，而且会影响到正月初一，天气会转做大冷。若29暝当天呢，真有可能全台湾的温度拢无到10度，北部宜兰外岛可能拢是伫咧8度以下。也因为这过年连假明仔载开始，今下晡高速公路车就变较济。高公局就表示讲，下晡是拢正正常。若国道1号路南有一寡路段，车确实是有变较济。伫要过年啊，尾仔嘛车阵开始出现。下晡北部国道1号路南来回路段车有较济，明仔载是连假的头一天，国道1号杨梅到头份等等8个路段，到时车会较济，民众都要注意，或者是行代替道路。截至下午3点，国道的全线交通量落在57.4百万车公里。高工局预估，今天大概会落在107百万车公里。北部地区的话，像国一的南向内湖都有车多的状况，还有在国一北向新竹路段也有发生一起事故。因应过年南北来去大棚的人阵，交通疏运就真要紧。桃园机场公司讲，根据桃园机场航班运量人数预报系统显示，2025年春节疏运的期间，一天平均的运量差不多14万5千人，一天运量上悬会伫2月初2，也就是休假迄天。预估出境的人潮的尖峰会是在明天跟后天，那入境的是在2月2号的那一天。那这2天的人潮的趋势，我们判断在最尖峰的时候将会超过15万人次。那这是在疫情之后的春节的这个最高峰。为了鼓励民众坐国道客运，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，为20时开始到休假，那坐全台湾90条国道客运的路线，上济会当拍到6节。另外，为了减少小站要坐高铁自由座的人阵，嘛有加开代替新乌一站往回台北站的自强号，无共交通的方式来疏运。所以其实票真的现在高铁不好订，大家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台铁。还有刚刚讲的客运，国道客运其实今年打到6折，而且是90条路线，几乎是我们要到台湾的各个地方都可以搭得到。那天气的部分，中央气象署提醒，今年新正的期间温度变化较大。日暗时至27，各地气温会降低，北部甲东半部会较淡湿、较凉冷。为落暝到初一透早，雨会较歇，变作是大冷。一直到初3，气温会豆头回升。不过，要特别注意早晚温差较大，初4了后温度会阁降低。27号小年夜到大年初一的清晨这一段时间，我们受到寒流的影响，会有相当多的地方低温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，中部以北、宜兰、花莲地区，那甚至在北部地区宜兰以及金门跟马祖可能会下探到8度左右。气象署嘛表示，为日暗时到27，各地山区海拔3000公尺以上，尤其是北部、东北部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所在，水汽甲温度若拢有够，都有机会会落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